大家好，我係 Nixon Lee，你可能認識我，但係你可能唔知道我有咁多身份。40年嚟，我由科技行業賺到第一桶金，由地產10X 教練同埋 BNI 區域董事。喺人哋嘅眼中 ，Nixon Lee 係行得快、執行得快。生意我要10X，會員增長我要100X，個人成長我要1000X，行善我要10000X。諗辦法要令到自己加速 ，accelerate，keep pushing。但係 accelerate 唔應該淨係靠自己，借力打力，合作共贏。識得運用你手上嘅人物，從來都係最重要嘅關鍵。喺17年前 ，SS 帶我進入 BNI 呢個系統，獲得啟發。幫人成為 giver，原來係令自己生意加速嘅最大主因。我將我30年嘅科技、金融同埋地產國際營銷經驗帶到去 BNI， 我幫助無數嘅會員建立商業網絡平台，發掘有潛力嘅 DNA。喺10X 嘅企業培訓課程，我幫助唔同嘅商家創造更大嘅生意。但正因為幫到佢哋，令到我成為大家熟悉嘅 Nixon Lee。呢個強大嘅人脈網成為我終極後盾。但係我估唔到，真正令我感受到合作共贏嘅加速，就喺我嘅慈善服務上。年過60後，我希望將事業延展到社會服務上面。我成為香港快活谷獅子會會長，喺過去舉辦青少年職業導向活動同埋兒童之家活動。我將 BNI 嘅專業人士帶到年青人面前，唔單止令到青少年得到好大啟發，更令到受邀嘅專業人士發掘到有能力嘅新生代。正正因為呢個開始，令我合作教練 partner 家人啟發咗更多。合作共贏原來唔係淨係講 cash， 商界能夠影響更多社會，社會能夠創造更多商機，真正將 VCP 放大 accelerate。呢個就係我 Nixon 嘅心得。